唔講唔知，為什麼在飛機上不會有高山症？高山症係一種因為喺高海拔地區，空氣入邊嘅氧氣變得少，而令人感到呼吸困難同埋頭暈嘅症狀。但係喺飛機上邊，就算我哋飛到好高好高，都好少會感受到高山症。究竟係咩原因呢？咁係因為飛機嘅設計非常之聰明啊！當飛機飛到好高嘅時候，機艙入邊嘅空氣會被加壓，咁樣入邊嘅氧氣濃度就同海平面差唔多啦。所以即使我哋喺飛機入邊飛到好高嘅地方，我哋依然可以正常呼吸，唔會感到缺氧。所以當我哋搭飛機去旅行嘅時候，可以好好咁樣享受飛行嘅樂趣，唔需要擔心高山症嘅問題啦。想聽更多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撳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